哎，兄弟们，等我了。有个来碗啊，发一杯，你来碗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我来。哟，这东西啊，得配这玩意儿喝。喝去，好喝呀！那肯定啊。来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打算毕业了都干啥呀？我呀，我打算回家继承我家那个财产。哟，然后我爸老喊我回去了都。哎呦，家里有公司就是二代，还得是他呀。你能做了？我呀，我准备过一阵我当兵去了。兵哥哥，就是。哟，可以。我呀，我现在回老家开个小超市，做点自己的买卖。这也想当老板了？这也可以啊，真可以啊。哎，我以后买东西找你啊！我也找你。哎，你呢？别说我呀。对你呢，兄弟。我呀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哎，回家种地。来，有一个。哎，你八加一怎么没了？哎，我没了。有8加1。哦，是吗？行，后面拿一下吧。哎，这还没有8加1啊。